台灣驗出 OPI 指甲油含致癌物甲醛超標接近82倍，被指有問題嘅就係 OPI 呢一款指甲油，香港都有得賣㗎。OPI 嘅香港代理尋晚喺 Facebook 話，已經暫時由銷售渠道撤回被指有問題嘅產品，而卓越都話已經即時將嗰款產品全線下架。聽到呢啲都會可能會少用啲。係啊，都會唔會買住先咯？係咯，用翻其他牌子咯，唔會再用，梗係自己緊要啲㗎啦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係嘅。台灣衛福部食藥署尋日公布，舊年12月喺台灣各地送檢嘅唔合格產品名單，其中呢2款甲油都被驗出殘留甲醛超標。其中 OPI 呢一款指甲油被驗出含甲醛6221.5 ppm， 比當局規定嘅總殘留量75 ppm 超標接近82倍啊！台灣食藥署已經要求即刻停售同埋回收，同時呼籲民眾停用。OPI 台灣總代理美傑士發聲明話，佢哋係 OPI 喺台灣嘅唯一總代理，一向堅持產品不含甲醛等有害物質。又話當局驗出甲醛超標嘅係水貨商入口㗎，佢哋唔清楚問題指甲油嘅成分內容。香港海關就話了解同跟進相關報導，強調美甲同美容產品安全都受到消費品安全條例規管。有香港美甲店就話，近年幾乎所有客人都做 gel 甲，只有大約1成嘅客會做甲油美甲，所以事件對生意影響唔大。但係咧，如果啲人做親甲油都會中意做 OPI 咯，出名咯，同埋啲客又放心咯，覺得 OPI 始終大牌子嘛。但係依家佢都會考慮唔用呢個牌子。甲醛係世衛認定嘅1級致癌物，長期使用可能會有鼻咽癌同血癌。其實如果你耐唔耐用1次2次就唔會嘅，但長期使用呢個就有機會啦。但係真係要好長期咯，咁同埋等緊睇下佢超標超幾多啦。佢話用甲醛超標指甲油急性中毒嘅機會低，但係就會令到指甲變薄同脆，皮膚接觸後或者會引起甩皮同敏感發炎。